外景中对12岁的拜师学艺48人来创作拢无中断，除了协助武术，更是无形文化资产当中传统工艺增补艺术，甲新名纸模相认证的工艺家。伊伫60岁甲主年选择回到伊小厝办个展的台南，展出伊6年来创作，嘛互大家大开眼界。台南是我第一次办个展的地方，所以说在我60岁的甲子年，也希望说做一个甲子里面也是做一个 ending， 把这一档展览也带来更精彩、更丰富的展览，带来这个原始的地方，如何把传统做成创新的作品，然后又把装佛的工艺转换为现代的创作，这些都是我在这次的展品里面值得大家去深深的去体验，然后去观赏的。担任展览策划台湾工艺研发中心主任柯景修伫开展头一天，到场小解外景中对传统到现代雕塑的经典作品。会中台南市文化局嘛赞叹传统工艺功力，邀请大家对5月23到6月8号来到文化中心第一艺廊欣赏。柯景忠先生他的这个创作40几年来呢，他已经一直在转型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看到在文化中心的这个展出，他有他很擅长的神像，那也有他创意的神像，那么更可贵的是，他做了很多当代，甚至不同思考的那个创作，年轻朋友也想象不到的这个创业的创作呢，它都展现出来。那一般神像我们看的都是褐色的，或者是再加上粉彩的那个装饰。可是呢，我们柯景忠先生这次他用不同的颜色，比如说这个作品是神像，是佛像，那不是褐色的，是整个白色的。那让人家看到另外的一种庄严。台南是跟彰化都是过去早期移民来的一个港口哈，所以这种传统技艺的一个落地，其实也展现了每个地方不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样貌。那柯老师这一次可以到我们台南来进行这一次的一个展览，我想也是带给我们台南市的传统工艺界一个好好交流、一个切磋的一个机会。虽然传统工艺传承一直拄着困难，不过台湾工艺研发中心嘛呼吁愿意投入保存文化资产的有志，会当找国家级工艺师来学习，相信会有无同款的成就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